由石塊砌成地基，俾人一種特別穩固嘅感覺。我好欣賞呢啲石頭嘅紋理，覺得充滿咗自然美。由零星村落發展到今日大廈林立，建設一個咁嘅城市需要大量嘅石頭，而其中有部分仲係香港自己本地出產嘅添。其實喺開埠初期，香港嘅石礦業已經係相當之蓬勃㗎啦。譬如話，今日喺筲箕灣仲可以揾到一啲石礦嘅遺址。謝希喺20年代移民嚟香港，係筲箕灣住咗幾十年嘅老街坊。佢帶我哋去睇翻下呢一個舊石礦場嘅所在地。據佢講，當年喺石礦場做嘢嘅多數係啲客家人。打石啦，有啲揾石嗰啲客家人咧，嗰啲家都冇呢種人啦，好叻嘅咁就。咁啊有啲女人咧打石屎嚟賣咯，有啲男人咧打石佬打啲大嚿石咧，咁啊開料。咁呢啲石屎嗰陣時好賣㗎，所以筲箕灣養活好多人㗎。即係東南亞啲國家都知道呢處啲石好靚。我聞説唔淨止呢度有石礦場，好似附近都有啲係嘛？有就算北角有筲箕亞公壇裏邊咧，有一個就好大型嘅，仲同呢個差唔多咁大。喺一啲古老建築物就最容易見到石嘅結構，譬如大多數廟嘅大門都係用石做成嘅。呢一度係筲箕灣東大街嘅天后廟，呢一座建築物係喺1870年代起嘅，但係據講喺呢個時間之前就已經有呢座廟噶啦。只不過喺1874年一場颶風將舊廟破壞，後來重修就成為而家嘅面貌啦。天后廟所在嘅東大街以前係海邊，雖然對出填過海，而家已經唔喺岸邊。不過我仍然喺呢條街上見到好多同漁業有關嘅店鋪。其實喺香港開埠時期，筲箕灣已經係一條大村。1841年第一次人口調查顯示有大約1200人聚居。1867年另一次人口調查記載呢一度有307間屋同埋店鋪，可以反映出筲箕灣早就係一個海岸市場，有人喺度做生意，而其中部分當然同漁業有關啦。因為筲箕灣連同赤柱同埋香港仔根本就係開埠時期香港島嘅3個最大漁港。到咗今日，筲箕灣仍然經常停泊住相當多嘅住家艇同埋漁船。當我坐船遊覽呢一個歷史悠久嘅漁民聚居地，發覺唔單止岸上有天后廟，原來避風塘嘅防波堤上邊都有一個好細嘅。我又發覺避風塘對開嘅海面似乎起緊另一條防波堤。後來同希叔傾起，知道呢一度會有一個新嘅避風塘，而原有嘅舊避風塘會填平。幾年之後，一棟又一棟嘅公共同埋私人房屋就會喺呢度出現啦。避風塘仲未開始填海，上面嘅公共屋邨大概要等好耐先會出現。但係岸上嗰邊2個大型公共屋邨嘅興建工程就已經開始咗。而家見到嘅地盤以前係重重疊疊嘅寮屋。50年代大量移民湧嚟香港，好多人喺山區搭起簡陋嘅屋棲身。筲箕灣就住咗好多當時嘅新移民。從高空望落去，依然見到有少部分屋仲未拆除嘅。以前嘅筲箕灣山村係香港島最大嘅寮屋區。總共有13條村，現在唯一未拆而就快拆嘅呢，就只有一條愛秩序村。遷拆13條村所空出嘅土地會起公共屋邨，
提供萬幾個單位，容納接近4萬人。計劃裏邊包括現代化商場、街市同埋各樣康樂社區設施。13條山村啦，就嗰邊就屬於喺山村住咗幾十年嘅希叔，諗翻起以前住寮屋嘅情況，又有一番感慨。初時咧啲水咧就有好一個街喉好少嘅，根本咧一路人口增加就唔夠用啦。咁揾啲開井咯，好多開井啊，譬如加開啲石塘咧，呢度係石礦嚟㗎。開石礦之後咧，有啲地方可以開井水㗎。咁啊嗰時咧玩水嚟飲居多，咁啊所以嗰陣時咧就食水都唔係好乾淨啊，但係你冇辦法。其實我自己喺年青時代都試過擔水食、揾柴燒呢一種苦況。喺50年代，好多香港人都捱過呢一種苦。而家當然少得多啦。寮屋逐漸消失，大概就係香港社會由貧變富嘅其中一樣證據。同鰂魚涌、銅鑼灣呢一啲東區地方比較，筲箕灣近10幾年嘅發展顯然冇咁快速。不過由開埠到而家，呢一個地方其實都算得上幾興旺。作為老街坊，希叔就有咁嘅睇法。嗰陣時咧就筲箕灣咧就好似得天獨厚咁上下。嗱，一方面啦，船澳養活咗好多人啦。其次係藥房啦。第三咧漁業咧，咁所以筲箕灣咧應該就嗰陣時都好繁盛。希叔啱啱提到嘅船澳，其實就係從前嘅太古船澳，係而家嘅太古城。當年船澳規模大，請嘅工人多，直接就帶旺咗東區呢一帶嘅地方。筲箕灣再過啲就係柴灣啦。歷史資料話俾我知，柴灣喺清朝乾隆年間已經有人住，總共有6條村。全部都係客家村嚟嘅，而家就只係剩翻羅屋呢小部分建築，成為咗羅屋民族館。羅氏後人羅錦文同我哋描述咗幾十年前羅屋嘅生活。一路都係住喺呢度？啊，一路都係生活喺呢度啦。咁你睇附近個環境變化大成點啊？呢度環境變化就好犀利啦！舊底我哋細路仔嘅時候，呢度啲人都可以數得出嘅，即係幾多姓人啊，幾多個人都數得出。咁啊，同時咧嗰個全部都係海啊咁樣，就喺呢個竹啲樹咧，就已經係海邊嚟㗎啦。舊底我哋柴灣咧，主要就係務農啊為生嘅。咁啊喺依家啲農田啊變曬大廈啦，嚇海又變曬大廈啦，海灣嗰啲啦咁樣。所以我話而家咧見到就呢個咁蓬勃係好開心㗎。不過就係希望咧香港永遠都咁樣就好啦。咁柴灣長命斜以前係點樣㗎？長命車嗰度根本係一個山邊嚟㗎。初期嗰陣長命車咧，只係我哋村民咧就一條小路係要去擔嘢翻嚟呢個柴灣嘅。出入去筲箕灣咧，就係用膊頭擔啲嘢出去嘅，就根本就冇車路。民族館展出嘅每一樣物品都能夠觸發羅錦文嘅童年回憶。對於羅屋嘅遺跡能夠保存落嚟，佢覺得好欣慰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幸運嚟嘅，即係能夠保存到呢啲，一方面咧可以自己啲子孫世世代代之後，我哋仲有一間有間原有嘅地方喺度喎，咁樣。咁你而家當然已經唔住呢度啦，會唔會得閒啊翻嚟呢度睇下咁啊？會啊，有陣時自己都好懷念自己童年嘅喺呢度生活，好自由自在。柴灣原有嘅其中一條客家村成屋，坐落喺而家嘅環翠村。成家嘅其中一個後人描述當年嘅居住環境，同而家所見嘅簡直係另一個世界。有魚塘，兩邊有坑，中間有側邊有啲樹圍住晒。啊，正話你講到呢個綠林翠谷咁啊，幾時開始喺度興建大廈嘅咧？1958年開始起，59年入伙。呢度對出嗰個新樓度咧，全部都係海嚟嘅，全部所有柴灣區嘅填海咧，冚唪唥樓房都係填海出嚟。柴灣本來就係一個海灣，佢扼守住香港東部入口鯉魚門，一水之隔係九龍東部，一個近幾年蓬勃發展嘅地區。隨住將軍澳、藍田同埋茶果嶺成為大型住宅區，東區海底隧道通車，加上地鐵可以由東邊過海之後，
港島同九龍嘅東部可以話連成一體，整個東部顯得生氣勃勃。第二日新機場落成，預計而家嘅機場所在嘅海灣會大幅填海，新市區會出現，整個香港東部亦都會完全改觀。早幾年經過上環到西營盤一帶嘅海旁，總係有多少局促嘅感覺，因為做緊填海同埋道路工程。而家嘅感覺就完全兩樣，可以話豁然開朗。上環係最早期大陸移民聚居嘅地方，由上環對西營盤，而家仲有好多舊樓，所以西環硬係俾人一種古舊嘅感覺。而的確呢一區仲存在咗好多古老行業，所以如果要了解港島西區嘅發展，大概都要從上環嘅貿易開始。講到行業同貿易，就唔可以唔提下喺文咸東街嘅南北行公所啦。文咸東西街俗稱南北行。公所喺1866年成立，會員全部都係從事南北貿易嘅商號。概括嚟講，南就係指南洋，北就係指中國大陸。香港因為喺中國嘅南方，成為咗南洋同大陸嘅糧油土產雜貨流通嘅中途站。喺今日普仁街東華醫院嘅大堂，我哋可以見到由南北行公所送出嘅一副對聯。以前東華醫院嘅董事局曾經被視為華人社會嘅權力象徵，因為當年擔任直理，即係總理職務嘅，多數都係洋行買辦同埋大行業嘅商會代表，佢哋全部都係有錢華人。到咗1870年代，華人富商喺西環更加不斷咁買地開鋪頭，使到西環成為華人商行同埋貨倉林立嘅地方。西環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唔係啲景色，而係嗰陣鹹魚味。以前呢度有好多鹹魚欄嘅，不過近年就少好多啦。取而代之嘅係成行成市嘅海味鋪。而家我哋沿住電車路行，可以清楚咁見到，從各種行業嘅盛衰，大概我哋都可以知道一啲生活上嘅轉變。淨係電車路啊，淨個佔嘅鋪啊，都有80%以上係做鹹魚嘅。1945年咧，日本仔走咗之後，至到解放後1951咁上下咧，最蓬勃就呢個時間。以前都冇人識話德輔道西西營盤，多數係講鹹魚欄嘅啫。點解嗰時咁興旺咧？嗰時候魚獲物又多，佢做鮮魚咩？佢去得遠啊嘛，就嗰條魚雪起翻嚟咩？就已經保持唔到嗰種鮮度，一定咧佢就係做鹹魚。鹹魚欄裏頭咧，匯芳家嗰度咧，以前咧專係賣鹹魚嘅。咁朝早咧就人來人往啊，啲嗰啲鋪啊，都喺嗰度嚟到講算盤嚟賣嘅。而家喺梅芳街，我仍然見到有好幾間鹹魚鋪，又見到有人喺度醃晒鹹魚噃。李唐同埋歐標亦都係西營盤老街坊，佢哋不約而同咁講到西區面貌嘅轉變。江樂道咧，佢就一邊係水，一邊就鋪，咁樣咧呢邊就泊晒船，有啲係盤艇啊，有啲係漁船啊，漁船就比較少啲，漁船咧就喺漁區嘅多，不過有魚翻嚟鹹魚欄賣嘅咧，佢就會泊埋嚟嘅啫。咁一辣都沿途都好多艇嘅，尤其是有乜神誕啊，又好墟冚嘅。好多係啲外國翻到嚟香港，哇！成個西營盤變晒樣啊！咁啊，佢變晒樣咩？佢梗係睇到佢靚先係，咁咪有咁嘅嘢講出嚟噶嘛？其實唔係所有嘢都好似我哋嘅城市面貌咁變得咁快嘅，有啲嘢變得好慢，甚至可以話未曾變過。沿住荷里活道行過西環嗰邊，我發覺呢一區嘅廟宇
神壇似乎特別多，大啲嘅有文武廟、百姓廟，而大街小巷亦都有土地公、福德公，而且經常都有香火。街坊拜神嘅習慣睇嚟冇乜改變。譬如喺西邊街同埋正街之間嘅常豐里，就有一個福德公，因為歷史悠久，被稱為老福德公。據講就香火鼎盛啦。一個地方特徵，又或者一啲經常性嘅活動，實在係可以維繫一個人對地方嘅感情嘅。好多嗰啲遷咗嘅大寺嗰啲咧，一樣翻嚟呢間廟嚟拜神嘅。去到好遠都好啦，甚至乎有啲過咗埠嘅，翻到嚟都係要走翻嚟參逢啊，福德公。咁講到戰前嚟講咧，我哋細佬哥所知嘅咧，我哋好多間社出邊嘅啲拜神社團啦，嚟到醒獅啊，依家就要攞人情啫。以前戰前咧就唔使攞人情嘅，咁唔使攞人情咧，每次咧就好興旺㗎，台嗰啲人因為坐拉車仔啊、坐椅啊，然之後咧燒金珠還神啊，嚟到拜神咁樣嘅，有旗擔嘅，就以前係做木偶戲嘅戰前啊，咁依家嚟講係做翻啲人戲，即係咧嗰啲人咧就免費收錢嘅，就俾街坊睇嘅，即係個意頭咧就做過啲戲咧。呢個街坊咧就好平安咁嘅意思，係咁樣。平安是福，人要身體平安，社會咧就要太平安定。常豐里行過啲有太平山街，我哋熟悉嘅太平山，其實就係指開埠時期呢一帶嘅地方，而唔係山頂。查實太平山早年並唔太平嘅。開埠冇幾耐就已經係大陸移民嘅聚居地，住屋、治安同埋衛生環境都差。正因為上環同西環係最早期華人商業同埋住宅區，存在咗好多舊嘅建築，所以政府嘅市區重建計劃亦都由呢一帶展開。其中第三街同埋東邊街交界嘅地盤已經開緊工，陸續仲有幾個計劃喺度研究同埋進行緊。市區面貌轉變，除咗係因為我哋進行重建之外，仲係因為我哋加添咗好多建設。香港自從開埠以嚟就不斷咁填海，喺填得嘅土地上不斷建設。根據政府發表嘅都會計劃，未來西區仲會大幅填海。摩星嶺係西區地勢比較高嘅地方，平日如果天氣好，可以喺度一路望出去見到大嶼山嘅日落。根據政府提出嘅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，呢度下邊嘅堅尼地城將會填海，而日後青洲呢就會成為香港島嘅一部分。到咗2006年左右，就會有一條行車隧道由呢度一路伸展到去大嶼山嘅東北部，再通往新機場。港島西部轉變，亦都間接影響埋南部嘅發展。而家由西區去南區，依靠兩條路，其中主要嘅係薄扶林道。第日青洲嗰邊填海之後，相信連接西區同南區嘅交通網絡，亦都會逐步加強。香港仔同鴨脷洲近年轉變得實在好快。鴨脷洲嘅發電廠已經搬咗去南丫島。油庫亦都將會搬走，新嘅住宅區會出現。幾年之後，呢一個歷史悠久嘅漁港又會面貌一新。如果我哋能夠盤旋喺香港島上空，將焦點抽離已經有大量建設嘅北岸，以一個回環角度去睇整個島嘅發展，大概可以睇到南區嘅發展潛力實在係唔可以低估嘅。傳統中國人鍾意求神問吉保平安，
喺堅尼地城呢一度有一間廟，供奉嘅係魯班先師。呢間廟歷史相當悠久啦，喺清朝光緒10年之前起嘅。聞說到而家仲有好多三行工人經常嚟呢度參拜求籤。喺未來嘅10年、20年，將會有大量工人投入香港各項嘅大型建設，祈求一切順利。相信唔淨止係三行工人嘅事，更係大多數香港市民嘅意願。